早日咧就睇視頻，就關於係其中一個叫香群飯店，同我哋同名嘅一個店，咁就講到一個話題。其實呢件事咧，首先就並唔係我要去拍呢條片嘅，因為咧佢當事人咧，即係個消費者咧，就 at 咗我哋嘅阿 Ben 哥，即係同我哋拍視頻嗰個人，就話喂，你月向群點解原來係咁樣嘅？咁其實佢係唔知道月向群就係月向群，向群就係向群。咁好多粉絲我見到有人話喂，點解阿 Ben 哥發覺向群同埋月向群係一家人？咁究竟點樣去分呢樣嘢，同埋成個來龍去脈係點樣咧？咁啊，不如你同大家講一講。其實咧，呢個係有一個歷史來由嘅。點解會爭一個字眼咧？其實會由總店啦，1989年啦，咁啊30年嘅歷史，咁啊亦都係到第二間泮塘店。跟住其實咧喺2010年泮塘店，跟住到2011年嘅文昌店，其實都係由我哋叔父輩啦，嗰時都開咗落嚟啦，係咪？咁但係咧喺大概係12年定13年嗰時咧，我記得文昌就開始正式宣布係結業嘅。咁喺結業之後咧，就咁啊話有其他嘅叫做同行啦，就話要做翻呢個位置嘅文昌店飯店、向群飯店。咁當時可能因為班老細出於可能大家傾過偈啦，咁可能呢個招牌咧就冇喐到，咁亦都係可能遺留到依家。所以其實可能會有廣大嘅網民啊、粉絲啊，或者對於我哋依家月向群嘅粉絲，亦都係唔明白一樣嘢，就係話：咦，點解其實向群就兩個字，跟住月向群係加多個字，所以我哋嘅區別喺度。特別係由我哋2020年。我哋嘅成功會店商場鋪正式成立嘅開始，時至到今日5年啦。其實可能會好多網民粉絲都知道，我哋月向群嘅出品啊，同埋我哋嘅裝修啊，會有一個唔一樣嘅呈現出嚟嘅方式。所以喺度咧，其實再重申多一次，其實文昌店呢個向群飯店，其實同我哋總店倫敦路店、泮塘店。同埋之後嘅商場鋪以後叫月向群嘅係冇任何嘅關係嘅，所以希望大家認認真真睇清楚個招牌。有一樣嘢咧，我就個人想法，因為睇喺評論區咧，亦都有人話啊，你哋幾個僆仔啊，咁啊背信棄義啊，咩都會有講呢嘢。其實咧，成件事咧，首先即係話，因為我當初都有去投資文昌店。一開泮塘嗰陣時咧，就10年，跟住到11年咁啊開文昌店。其實我哋大家所有人都有去參與嘅，即係去做啦，去開檔啦。咁走嗰陣時咧，就啱啱能哥講咗係留咗俾個朋友去做，所以係無論係人員班底啊，或者設備啊、招牌，係基本上完全冇喐過狀況之下，係完全轉交咗俾佢，即係俾咗個頂手費我哋老闆啦，咁就直接移交咗俾佢嘅。咁所以佢間店咧，無論係人或者係好多會有好多歷史遺留，所以你哋見到佢文昌店點解佢？點解佢招牌又係葱油雞？點解佢又叫向群飯店？第一個招牌又呢個板？咁其實我覺得呢樣嘢咧，就雖然佢係同名啦，係咪先？咁但係其實講真係經營者咧，就唔係我哋嘅嚇，係老闆嘅啲以前啲拍檔朋友等等啦。咁我覺得呢樣嘢咧，其實點解今日要咁講咧？無論對方係點，我都係祝福對方啦，係嘛？即係各自安好。其實做好自己嘅嘢先係最重要嘅。至於點解去到2020年後係一個疫情啦，大家嗰陣時都經歷咗一樣嘢啦。我哋係19年嗰陣時，因為我哋而家第一間商場鋪啦，即係成功會店。咁嗰陣時咧就成個商場翻新，咁啊即係所有嘅商家從頭嚟過。咁喺一個好機緣巧合嘅情況之下咧，咁就覺得咁啊，你哋幾個僆仔頭啦，即係我哋幾個啦，話哇你出嚟做咗餐飲行業咁耐啦，有興趣出嚟自己搏一搏啊！因為其實你話搏一搏啫，嗰陣時都20幾30歲啦，係咪先？咁覺得一樣嘢，咁啊到咗而立之年咧，就覺得老闆願意俾個機會嚇。雖然話老豆話老豆啫嚇，畢竟仲有其他叔父輩睇住我哋長大，睇住我哋喺過程當中嘅付出。咁啊，俾咗個機會我哋去成立咗呢個成功會店。
咁成立咗成功會店之後咧，其實係當初真係咩都唔識，成日就算係設計啊、裝修啊、睇工地，真係親力親為咯。因為成日相信一樣嘢，你可以咩都唔識，但係我希望通過自己嘅努力去付出，因為人哋都會覺得你話你做開社會餐飲，你做商場鋪夠唔夠班啊？你裝修風格啱唔啱啊？你個菜品啊、出品啊、定位，你做唔做到商場鋪？你做街鋪 OK 啊，係嘛？有口碑做咁多嘢，但係商場鋪人哋係打個問號嘅。咁但係頂住壓力之下咧，就亦都係好多街坊嘅支持啦。咁啊開咗第一間成功會店，因為我仲記得嗰陣時兩兄弟仲係煙塵滾滾嘅，因為嗰陣時5樓啊，成個成功會人哋就要趕國慶開，我哋開唔切，冇辦法，因為要培訓，所以我哋係延後咗13號先開嘅。咁但係都係好多人支持啦，叫住捱過落嚟。咁啊之後先至再有二沙店。咁每一間店其實真係付出咗好多心血，就由呢個定位、設計、包裝、宣傳、出品、服務，即係好多嘢。有時候唔能夠話通過一句説話就可以講出嚟。有時有一句説話叫冷暖自知，所有做嘅嘢唔係需要證明咩嘢俾人哋睇，而係覺得得到最大嘅一個回報就係咁多年以嚟能夠得到好多對支持向群嘅朋友願意嚟我哋向群食飯。其實呢個對於我哋嚟講係一個最大嘅鼓舞，所以後時代發展，其實好多人都會覺得你舊店就叫向群，新商場鋪就叫悅向群，其實咁係唔啱嘅，因為為咗避開一樣嘢，因為我哋嗰陣時文昌店唔做啦，咁亦都考慮到好多問題，新時代發展我哋一直做嘅係廣州菜啦，即係粵菜，咁想加多一個字落去表達對呢個菜嘅一個情懷，所以加咗個粵加點。咁但係因為擔心一個問題就係咩咧？你叫咗咁多年向群，你突然間叫粵一點向群飯店，喂人哋唔識你喎，人哋當你流嘢。我發個評論圈有好多話，哇你粵向群就係流嘢嚟嘅，你向群先係堅嘢。咁呢樣嘢真係一個好美麗的誤會，講真一句。咁所以由呢個我記得唔知2年定23年開始，係由龍津東路店。跟住到泮塘店、成江會店、二沙店、金茂店、北京路店、麓景路店、百順店，呢8間店都會有個粵字，但係呢個粵字咧，佢係唔會有向群咁大，因為我哋係註冊咗商標粵向群嘅，係合法合規嘅呢個樣嘢，咁所以我哋就加咗一個粵字一細，係代表一個符號一個記憶點嘅。其實我哋就叫粵向群飯店。咁而時至今日其實你哋可以睇，就算係總店，我同大家講，總店並唔係文昌店，而係我哋嘅龍津東路店。咁當然有好多眼睛雪亮嘅朋友咧，評論區我見佢一個文昌店嘅截圖，一個龍津東路嘅截圖都睇得出，因為文昌店係屬於舊時代嘅店，無論係泮塘同埋龍津，即係個風格，即係我哋嘅招牌嗰陣時用個木板啊嘛，係嘛，所以佢嘅招牌依然都係葱油雞。咁其實包括攞必食榜米其林，其實米其林係龍津東路店咁多年以嚟就係龍津東路店連續8年攞嘅一個米其林獎。只不過對於我哋一個成個公司，我哋鄧總店開心啦，高興啦。咁必食榜咧，亦都係屬於呢個龍津東路店前面3年攞，跟住後尾再到二沙。亦都到泮塘，再到今年二沙，咁起碼都係喺一個集團裏邊。咁至於有其他品牌同我哋同名嘅，或者引用到米其林或者必食榜嘅，只能夠好似連續劇同你講真係如有雷同，實屬巧合，冇辦法。但係我並唔會嬲任何一樣嘢。點解我今次嗰次會拍呢個視頻呢？其實好簡單，就係因為人哋指名道姓我哋粵向群。咁當然我相信任何行業喺今時今日，其實大家都唔容易，每一個餐飲行業嘅人，我哋都會係相互支持、相互理解，只係希望一樣嘢，我哋會做好我哋嘅本分，喺往後嘅日子當中繼續努力，做多啲好菜做多啲好嘅產品去回贈翻所有嘅支持向群嘅朋友。同時，我亦都祝福文昌路店可以繼續努力落去。反正只係希望大家認清楚一樣嘢，其實今時今日所有帶有粵字嘅向群飯店，先至係我哋咁多年以來嘅老字號店。我同阿孖哥其實就係好聽啲就叫二代實際上我哋兩個就係向群一份子，亦都係打雜。
我哋兩兄弟成日都覺得，如果拆彈阿 Ben 哥要加組合嘅話，我希望佢加埋我哋兩個，因為我哋每日對住嘅問題實在係好多。冇錯。你要翻嚟課室去學習啦、做菜啦，樓面上面嘅服務啊、系統啊，包括美團外賣啊，我哋一齊要去努力加油啦。再到廚房嘅出品啊、驗貨啊、收貨啊、食材啊、執醬調配，包括人員嘅努力培訓，其實即係背後做咗好多好努力嘅嘢。我亦都知道人哋話，喂，你向群今時今日好出名喎。其實講真一句，有咩出唔出名啊？做好自己嘅本分先至係最重要嚇。所以希望評論區嘅各位兄弟姊妹都能夠手下留情，亦都希望大家能夠清晰明白一樣嘢。反正最後同大家講一句，裕向群飯店就係呢8間店，總店就係龍津東路，係嘛？老闆就係我哋嘅叔父輩，我好尊重佢哋，更加好感恩所有向群嘅老闆，因為我相信冇第一代，亦都唔會有第二代。我哋亦都唔希望喺第二代嘅過程當中丟失咗，因為畢竟叔父輩做咗成30年，而家我哋接手差唔多5年啦，即係35年。我哋嘅目標只係希望喺第二個30年當中可以做好佢，亦都希望第二個30年結束後，仍然有向群可以喺廣州每一個角落可以讓人哋可以食到向群，因為向群一直以來都係講一樣嘢，唔單止係一個菜，佢係一個家，佢會有人情味。今年亦都見證咗好多人點解突然間阿偉哥會出咗嚟，祖師爺新哥會出咗嚟，Mark 哥會出咗嚟。其實拍呢條片嘅意義唔係話想證明啲咩嘢，而係有時候我個人覺得我有時有啲屋企菜想同大家分享下，想讓更多人去了解向群，想讓更多人知道裕向群。好多人話點解你自己都嗌向群啦？咁你點解你又嗌裕向群？因為咧向群喺我哋心目當中冇辦法由細叫到大，你亦都可以當係一個簡稱。因為你全稱係叫裕向群飯店啊，冇錯。咁有時人講嘢肯定係講簡短㗎啦，係咪先？咁肯定係講啲就向群，其實就係裕向群飯店。至於Ben 哥之前拆彈 Ben 哥發出嚟，我見亦都有人截圖，向群同埋裕向群一家，呢個亦都係無可厚非嘅嘢。因為喺23年之前，我哋全部都係叫向群飯店嘅啫喎，係嘛？只不過係23年我哋統一改咗裕向群，改咗嘅第一係牌匾上面一個細嘅字，啱啱亦都講過點解要細啲，其實佢只係一個修飾詞，一個代表性嘅嘢，怕人哋唔知道，以為我哋係流嘢，死啦！一家對唔住叔父輩啦，做咗30幾年，突然間俾人話流嘢。第二樣嘢係因為嗌向群真係嗌慣咗，因為向群一直以嚟都係叫面向群眾，係嘛？所以希望響接下來嘅日子，我哋都能夠繼續努力啦，做多啲好菜，係嘛？亦都多謝所有粉絲對我哋嘅關心，響往後日子我哋都會繼續努力。另外題外話提多一樣嘢，關於上一條片嗰個女仔發出嚟嘅嘢，因為佢唔知道係裕向群，佢唔知道係裕向群同向群係唔同嘅，亦都後尾咧文昌店咧同呢個女仔已經係傾好咗啦，咁亦都係一個美麗嘅誤會，咁就已經係將嗰個女仔已經係將視頻撤銷咗啦，咁就希望往後嘅日子大家都能夠繼續努力。喜歡你去文昌店嘅，我唔反對你因為呢啲係個人嘅意向問題，但亦都希望繼續支持我哋裕向群我哋認住我哋8間店，龍津東路店、泮塘店、成江匯店、23文立方店、信達金茂店、北京路天河城 B 區嘅店，包括係鹿景西路店。跟住再到呢個百信店呢個就係我哋父輩咁多年經營落嚟嘅店我哋人哋好聽啲就嗌你富二代你好犀利。講真一句，我哋兩個都係10幾歲就開始做飲食行業，但唔叻。講真一句，而且我哋面對嘅嘢會更加多不論點啦我總相信一個人只要肯用心、肯努力，冇咩嘢係唔成功嘅。所以最後如果係因為呢條片或者上一條片令到邊個唔開心嘅，同你講聲抱歉，唔好意思。但係我呢個人真心話一句，實事求是，亦都希望以後各自安好，大家努力做好佢，將向群發揚光大。多謝大家。